接下来屯小姐一个高彩画家李金才，伊涂嘅是喜茶维修，突出亚白沙漠去做种茶也定亚白，係一個好畫圖，開花廊賣花。比受到推廣人工用平花嘅高彩畫，李金才係一個研發加高熟，品質又過好嘅顏料，也用過感過創新嘅畫法，畫出一定讚嘅作品。要拍啲花做得懂得。我哋裝嘅拍攝款嘅概念，李金才讓學生嘅示範，用意嘅方式來畫圖。光線嘅兩片嚇，兩片有咩比較多嘅？係溫，有咩？你要講咩樣？哦，睇白啦，好。呢個會蒙的，你再用樹畫。李金才又拿出透明嘅塑膠片呢，了了嘅玩意來，本色料款呢，順便嘢到發布蛋糕。一唔是用筆啊，一唔是寫，就直接倒落去，但是要控制到不要當準，然後就要學研究啊。你做你會玩啊，一擘個線就做啦。筆畫嘅話，一天就嘅攞嘅線啊，攞出嚟線就看起來就冇好看。過一下，李金才拿起噴醋，向發布蛋糕噴上泡泡嘅水。按照學生嘅做嘅動地片呢，啲發布蛋糕嚟畫圖，水啲嘟嘟攞得呢通過膠，按照色條嘅款呢，做得讓啲發布蛋糕當輕。佢哋李金才選擇學高彩畫，家家感覺見有些新穎嘅成風蘭，本單槍係單純嚟着重新穎嘅來學畫圖嘅家庭主婦。雖然比按照喜歡嘅高彩畫，也係比新穎嘅更加寬創作，更加開過幾廿擺嘅發展。我都當然知哦，知有人看因有興趣哦，我有因為屋企有家庭主婦就做唔得吧，因為有興趣唔敢講，我就拿啲紙啊，也係個較好嘅紙啊，拍攝我就都嚟畫。我按份高彩畫，陳風蘭講，最係因為高彩畫。係利用石鼓嘅款呢，一層又一層染而來產生嘅立體感，本佢知道作品就像真件嘅重要。自己仲係嗬，當有立體感，尤其我有當有興趣嘅講嘅人物呢，佢有的人物發到當立體感，韓國嘅畫嘅嗬，畫起來像真嘅樣嘅呢，佢因為佢嘅礦石啊嗬，佢畫嘅準嘅啊，個色條真件像真件嘅樣嘅。不過也因為愛畫出按立體。特別碰到多定期走嘅，就再繼續畫下頁。畫高彩畫最重要嘅就係有耐心。唔好按結，好你一定走嚟，然後按個畫，因為就記咩印象，要趕快把它完成哈。沒有經驗，你冇經驗咩，就印象講畫得好哦，夾嚟畫好來，啊就會畫個臉帶就會翹起來哦。來畫圖呢，一定要耐心啊。要教材入門是輕難啦，李老師就當用心教我哋話，冇一定要耐心來學，過佢一種圖要完成嘅時間一當久，嚇，從構圖啊，像係一種圖嘅話，可不定要畫140張畫以後來。畫圖嘅耐心，李金才也係用喺40年培養出來嘅。事實上，國小6年生就開始對畫圖有興趣嘅李金才，因為屋企較艱苦，根本冇按多嘅錢要學畫圖。唔過學生嘅以為係時間，佢有限做畫圖，嗰隻讀氣球課嘅時間，喺啲辦學開一個細期嘅拍賣會，賣自家畫嘅圖。很多嘅功課下後咧，阿木頭就畫嘅2張圖，拿個筆報紙嚟畫個風景咧，我就好畫風景咧。天氣咧，早嚟嗬，天氣大咗，就早自修忙開課嘅時間就拿住一個，同學快嗬，睇個有欣賞嘅話嗬，佢睇自己出價，100啊200啊，一下就買嚟啊。昨日，李金才用水彩畫嘅作品，穿到嘅賣油畫材料，開始學油畫。在3歲過後，一塊嘅畫廊去賣圖畫來落色，認識到嘅高彩畫，專注開始創作高彩畫。宮廷畫流傳下來嘅東西，還是講冇去發展添。
那因为就日本就该发展嘛，所以你说，这个本国的东西做嘛唔好好去研究，还要受批国，唔係批國有化，安尼做嘛台灣冇，所以就讓我全部就發了教材化。不過，認真台灣畫教材化嘅人本來就唔多，還較無願意生產食料。李金財創作了買日本進口嘅食料，大概70公克，凊彩就1-2千元，經濟負擔大大。李金財決定自己研究教材嘅食料。你就用個柚啊，老料重金屬混合出來的柚料、柚子類的哈，做起來就變成沙菇。沙菇呢，係讓老嘅吹水來，讓用腦部油料嘅讓過濾出來，啊搬出來，讓做呢種嘅食料。經過很多年嘅研究，一下李金財研究自己做嘅人做沙嘅食料，品質唔但請老日本嘅食料做得比，假使還較像係日本三股嘅一股。他做起做出來是清楚，畫出來就冇按優秀，他當優秀哦，做得唔是用嘅國畫水乾的大袋，直接用呀石粉就當優嘅，做層次當多，設計又當多，哈，做出來光澤又當多。同我呢做瀑布，用水一沖。因為便宜嘅食料，李金財畫圖還較做太擔嘅以發揮創意，除咗用畫筆、用葉，還較利用膠水流通性，經由發布食料就啲發布蛋糕又流又通，呈現出山拿流水自然嘅紋路。用真空畫圖嘅，可能是看過，畫出來就像你個沙漠啊，個紋路啊，唔係按出來，而係有邏輯排列，一層，像你沙漠嘅沙一樣，人看一樣。創作嘅技巧改變以外，李金財也唔單唱啲發布蛋糕嚟畫圖，研究行下啲太魯蛋糕嚟創作，拿啲天魯度用高溫嚟燒，作品唔單唱保存嘅行下久，圖法還出現相對上唔多嘅紋理。五個部分那個石菇啊，都好啊，而家發好嘅時間呢，磨了就紋路，但是呢，佢每個加個膠水啊，都到個少啊，佢裂開來，啊，像盆底個加水啊，佢裂開，都好裂開嘅時間，都好個膠水啊，照起來結團，然後個都好紋路多個佢就少落去，所以個石菇呢，都好係像一個天然嘅石菇咯。一罐罐各種色的人造沙嘅粉呢，利用除釉層切，做合出對自然景觀的感受和感通。透過李金財嘅書，將唐朝傳到今日教材法變作行客多彩多姿。